創世紀第11章巴別塔。迄時天下的腔口甲語言攏仝款。因往東邊遷徙的時，佇示拿地發現一片平原，就佇遐徛起。因互相參詳講：來，咱著來做磚仔燒予頭。因就用磚仔代替石頭，用擔仔架代替溪塗。因閣講：來，咱著來起城造塔，塔頂通天，互咱出名，才免咱四散佇全地。上主落來要看世間人起造的城甲塔。上主講：看咧！因是同一個民族，講上一個語言，但因已經開始做這個事，以後因要做的，攏袂當甲因阻擋。來，咱著落來去，拍亂因的語言，互因的話袂相通。上主就互因對遐分散佇全地，因就停跤。無起迄座城，所以迄個城叫做巴別，因為上主佇遐拍亂天下的語言，閣對遐互人分散佇全地。閃的後代，下面是閃的後代。大水以後2年，閃100歲生阿法薩，閃生阿法薩了後，還活500年。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阿法薩35歲生撒拉，阿法薩生撒拉了後，還活403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撒拉30歲生希別，撒拉生希別了後，還活403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希別34歲生法勒，希別生法勒了後，還活430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法勒30歲生拉俄，法勒生拉俄了後，還活209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拉俄32歲生西錄。拉俄生西錄了後，還活207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西錄30歲生拿鶴，西錄生拿鶴了後，還活200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拿鶴29歲生塔拉，拿鶴生塔拉了後，還活119年，閣有生後生查某囝。塔拉70歲生阿別蘭，拿鶴、合蘭。塔拉的後代，下面是塔拉的後代。塔拉生阿別蘭，拿鶴、合蘭。合蘭生羅得，合蘭佇伊的老爸塔拉還活地的時，死佇故鄉巴比倫的5年城。阿別蘭甲拿鶴攏有娶某，阿別蘭的某叫做撒萊，拿鶴的某叫做密加，是合蘭的查某囝。合蘭是密加的老爸，嘛是亞加的老爸。撒萊未生育，無生囝。塔拉娶伊的囝阿別蘭甲孫羅得，就是合蘭的囝，以及伊的新婦撒萊，就是阿別蘭的某，做伙離開巴比倫的5年城，要去迦南地。因到合蘭就住佇遐。塔拉活205歲，死佇合蘭。